澳門回歸嘅時候啊，各省市都送咗大禮，睇下你哋省送咗乜嘢？廣東嘅禮物，水晶玉雕九州同心，上邊係玉球，中間係蓮花，下邊係鑽石，成個作品高1999毫米，係表示澳門1999年回歸。吉林送嘅長白埕係用長白山上嘅樹木雕刻而成，兩隻鹿，大鹿即係表示大陸，咁小鹿終於翻到媽媽身邊啦。浙江送嘅滄海環珠係用竹編嘅，兩條龍即係表示我哋係龍的傳人，嗰顆夜明珠就係澳門。江蘇送嘅花好月圓由紫檀木、檀香木製成，上邊有牡丹、梅花、蓮花，係表示祖國江蘇同澳門。湖南送嘅菊花石雕龍球，揾唔揾到裏邊有9朵菊花、9條龍呢？象徵九九歸一。廣西送嘅左邊係大三巴，右邊係桂林象鼻山，中間一群大雁，即係表示澳門好似大雁咁回歸啦。四川送嘅九寨溝大熊貓圖係用中國4大名獸嘅川獸製成。湖北省送嘅編鐘普天同慶係以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嘅編鐘為造型。北京送嘅雕漆盤花好月圓，上邊係北京頤和園，下邊就係澳門嘅媽祖廟。上海送嘅水晶新城慶歸，上面嗰個造型咧係上海嘅市花白玉蘭花。河南省送嘅九龍簋，中間嗰個圓盤咧有支針嘅咧叫日晷，即係古代嘅鐘錶。簋又取回歸嘅歸嘅諧音。香港送嘅巨幅掛氈，成個維多利亞港嘅美景盡收眼底。盛世蓮花雕塑佢有2款，細嘅喺呢度，大嘅咧喺澳門金蓮花廣場。你估下係邊個送嘅？